你有冇試過打機打到唔願瞓覺，一關接一關，由夜晚打到天光，甚至覺得自己活喺遊戲入面？今日呢個個案，可能係我分享過最令人心痛嘅一個個案。沉迷打機，真係會鬼上身。一個年輕人嘅生命，就咁樣離開咗我哋。Tommy 係一個隱蔽青年，佢成日留喺屋企，好少出街，最大嘅興趣就係打機。佢可以連續幾日唔瞓覺，長時間投入喺遊戲世界入面，不眠不休，打機打到忙晒我。家人勸過佢，佢聽唔入耳，朋友揾佢，佢唔得閒。佢話：我喺遊戲入面，先係真正嘅我。有一日，家人發現佢喺屋企突然失去知覺，送去醫院之後，救唔返。醫生話，死因冇可疑，但亦都揾唔到真正嘅死因。心臟冇問題，腦部冇問題，身體冇任何疾病。一個年輕嘅生命，就咁樣走咗。家人唔明白，朋友唔明白，醫生都唔明白。後來，家人揾我去了解 Tommy 死前嘅情緒狀態，解讀出嚟嘅信息發現：第一，網上遊戲連結靈體；第二，沉迷虛幻世界。原來佢長時間投入遊戲，尤其係一啲充滿血腥、暴力、殺戮嘅遊戲。喺佢最專注、最投入嘅時候，潛意識已經分唔清現實同虛幻。你可能會問：打機啫，有咩咁嚴重？潛意識解讀顯示，潛意識唔會分現實同虛擬。當你長時間投入暴力血腥嘅遊戲內容，你嘅潛意識會將呢啲畫面當成真實經歷，而呢啲負面嘅能量、暴力嘅意象，會吸引一啲同樣頻率嘅能量，喺某啲情況下就會形成所謂嘅連結。Tommy 就係喺呢個過程中，不知不覺間被虛幻世界嘅黑暗能量吞噬咗。呢個個案係一個沉重嘅提醒，我哋嘅潛意識唔識分真假，你俾咩嘢佢，佢就信咩嘢。如果你或者你嘅家人成日沉迷暴力遊戲，長時間投入虛幻世界，請你停一停，諗一諗，你嘅潛意識接收緊咩嘢信息？你嘅能量場暴露喺咩嘢環境入面？虛幻遊戲世界可以係娛樂，但唔好俾佢取代你真實嘅生命。記得訂閱頻道，一齊用潛意識嘅智慧，保護好自己嘅身心靈。我哋下次見。